歡迎來到耶穌基督影片，這是我們正在做的新影片格式。這只是聖經研讀，而且全是關於世界末日。這一切都是關於啟示錄，而且只來自聖經。我們在教會學到太多謊言，許多童話故事，許多不真實的教義，他們不是聖經裏的。因此，透過這些影片系列，我們要學習聖經中的真理。我們在多個平台上擁有超過425支免費影片，包括 Facebook、X、Rumble、Instagram。我們有將近5萬名粉絲。各位，真的有太多事情在發生。我們有戰爭，有戰爭結束，還有戰爭的謠言。我們有瘟疫、逼塞、漢他病毒、伊波拉病毒。我們有跨維度的惡魔正在被揭露。事情太多了，我相信你一定覺得頭腦在旋轉。但耶穌就在這裏，我想讓你知道這一點。所以現在是時候讓自己和家人和好，與基督和好，認識耶穌基督的啟示，親近天父，並在聖靈裏行動。我真的很高興你來了。歡迎來到第7部啟示錄短片。這是一個聖經研讀，標題是啟示錄是決勝者。啟示是決勝關鍵。那是什麼意思？這代表啟示錄在爭論中勝出。啟示錄，如果有的話，如果與聖經其他部分有任何衝突，啟示錄就是勝論。我今天將在聖經中向你展示這一點。好，我們現在在用詞典 Merriam-Webster 字典，為了幫助你理解平手決勝這個詞的意思。如果你不知道這個詞的意思，我這裏只是提供一些定義。平手決定者這個詞的意思是，對，你可以看到這裏的定義，還有更多背景，就是個人，是投票打破平手的人。那我到底想說什麼？最後投票決定勝負。啟示錄在聖經中是決勝條件，且能贏得辯論。所以我試着向你呈現這個。但我希望你能理解平手決勝這個詞的意思，也就是說，如果你在教會裏相信某個教義，而啟示錄中有這個教義，啟示錄會贏得爭論。我會在聖經中向你展示這一點。你可能會好奇，為什麼我們已經進入啟示錄第7支影片，而我並不是從啟示錄第1節開始，也就是前3節。有幾個原因，其中之一是，我讓聖靈帶領，所以聖靈告訴我，這也是為什麼你會看到我們有點像在不同地方跳來跳去，我們不會像有時在不同教會那樣逐節章節，因為是的，我也給你看過章節的順序。但如果你這麼做，你會有點被信息淹沒，你必須讓聖靈帶領你。所以我們做的第1支關於啟示錄研究的影片，主就是想直接切入重點。你知道，當我說直接切入笑點，讓你知道事情就是這樣，然後去看。我現在不打算深入探討，但我相信我們所處的季節，特別是導致世界末日的事件。再說一次，我不打算多說，它就在那裏。啟示錄第1支影片，你可以在你所在的平台上找到它，而且這很重要，因為我相信聖靈做這個或那個來吸引你的注意。當我說吸引你的注意時，它不是，不幸地，很多人不讀啟示錄，或者讀了也會睡着，然後想，這很有趣，我想他是想引起你的注意。我想引起你的注意，但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第7支影片，接下來要談談 Rev 裏前3段歌詞。這3節經文並不是我們剛才談論的，也不是這支影片所說的，也不是啟示錄是決勝局的主題，所以但它與之相連。這不是影片的主要經文，但它與之相關，並且是對比。
這是一個框架。說實話，作為基督徒，如果你試圖逃避啟示錄，如果你試着進入啟示錄，對吧？我跟你說，這不是你吃的藍色藥丸，這就像你吃的那顆藥，然後你會想，哦，不，沒錯，這是件好事，這不是福氣嗎？因為誰不想被祝福呢？所以我們來讀啟示錄第一章的前3節，耶穌基督的啟示。我們先停在這裡。首先，這本書的名字不是啟示錄，而是啟示錄，它是耶穌基督的啟示。我知道你可能會想，你應該從這裡開始。是聖靈，這是故意的，這是非常刻意的，也是一個挑戰，因為我覺得上帝所做的，就是他會分離。如果你真的無法撐過前6支影片的框架，那麼你知道，你會看到啟示錄就是這樣。這是一場考驗。是的，我不會騙你，這不是輕鬆的挑戰，但也不是挑戰，而且這需要一定的耐力。總之，我不想把這些都混在一起，但當你看到耶穌基督的啟示時，那就是耶穌基督的啟示，這是他的啟示。所以當你說啟示時，抱歉我花了不少時間在這裡，但耶穌基督的啟示是真的，那就是啟示的目標。假設你的名字是約翰·史密斯，你說的是約翰·史密斯的啟示，那是什麼意思？這意味着他對約翰·史密斯有更深的理解。你懂我在說什麼嗎？所以當他說出啟示前4個字耶穌基督的啟示，意味着這是對耶穌基督更深的理解。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可能會想急，而且因為你可能相信耶穌的某種版本童話故事泰迪熊或其他什麼，聽着關於耶穌有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物，真的很棒。但聖經說，嘿，你想更了解我的兒子嗎？你想更了解耶穌嗎？這是一本書，這本書能讓你更深入理解耶穌基督。這就是前4個字的意思。我想讓你看到這一點，然後我想讓你看到的第2部分是耶穌基督的見證。耶穌有見證，耶穌有見證，那就是這本書。你知道，就像我們找到耶穌時有見證一樣，我總是問基督徒：你們是怎麼遇見耶穌的？有證詞，對吧？耶穌有見證，可能會有閃爍的燈光亮起。耶穌有見證，就是這裡，這是他的見證。好吧。然後如果你讀第3節，讀經者和聽見這預言話語的人有福了。所以這是一個預言。我之前告訴過你，預言章節、資訊性章節，這是關於他再來的預言，關於他如何再來。聽聽他說什麼：有福，有福，有福的是讀書的人。認識這點很重要。讀書是一種祝福，而不是逃避。因為我知道，當我翻閱下一段關於決勝的經文時，大多數牧師、基督徒和神學院都會逃避。那不是上帝想要的。上帝希望你讀它，因為這是一種祝福。這裡確實有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祝福，但如果你不讀和研究，你不會知道那些祝福，或者你不會理解那些祝福，對吧？所以保留那些寫在裡面的東西。所以你必須明白，這是一個2階段的過程，不能光看。你讀聽，我們要談。這其實是主把它放在我心上，那會是下一支影片。因為啟示錄裡有一章專門介紹，所以我們會再看到這段經文。但我想讓你明白，這裡是一個3步驟。讀書聽聞的人有福了，看看上面寫了什麼，把書上寫的都守住，讀聽，珍藏這些，還有時機將近。這是一種祝福，所以當你在研讀啟示錄時，你正在被祝福。所以這裡有一段經文顯示啟示錄是決勝條件，對吧？啟示是決勝關鍵。我也相信這正是大多數牧師、神學院、基督徒不讀啟示錄的經文。所以想想我們剛剛複習過的經文，上帝告訴你這是耶穌基督的啟示，
這是一種祝福，你一定要讀，你一定要聽聽，你得留着。上帝在這本書的第一段告訴你，很多人，你聽見了。我是說，你會聽到很多敬拜歌，說我想更了解你，耶穌，我想更了解你，耶穌。耶穌說，就是這裏，在這裏，你想更了解我嗎？這是一本書，耶穌基督的啟示。然後他們會來到這些經文，像是，我是說，所以，我是說，總之，這裏是啟示錄22:18至19。抱歉，我這麼做，我說話的方式和一切，可能沒有你想象中那麼美好，但我是故意這麼做，想引起你的注意。總之，啟示錄下午10:18 18至19節，我向聽話的人作見證，順帶一提，因為我很喜歡啟示錄，我很喜歡這本書，我愛它，我愛它，我愛它，因為我非常愛耶穌。這本書真是太棒了，我會從山頂大聲喊道，打破教會裏所有的謊言，打破教會裏所有的謊言。我希望每個弟兄姊妹都能知道真相。好，開始吧。啟示錄22:18至19，我向所有聽見這書預言話語的人作見證。若有人再加這些，上帝必加重這本書所寫的災難。真是嚇死人了。若有人從這本書這預言中奪走，神必從生命之書、聖城及書中所寫的事中奪走他的部分。是的，你看到了嗎？我希望你能看得清楚無比。這就是為什麼啟示錄不是注腳。你看，不幸的是，我認為大多數基督徒、牧師、神學院在讀到這篇時，都會逃避啟示錄，對吧？因為他們想待在聖城，也就是新耶路撒冷。他們不想要這本書裏寫的瘟疫，而且這很合理。我懂了，我明白。但你知道，如果你不讀啟示錄，你可能會犯這個錯嗎？我的意思是這樣的：假設你相信一個教義，假設你讀了所有保羅書信，我不打算深入具體教義，但假設你讀了保羅書信，讀了福音書，你的牧師告訴你一個教義，你相信那個教義，但你從來沒查過啟示錄對那個教義的說法，看看兩者是否有衝突，對吧？你只是選擇相信那個教義，而那教義可能完全是謊言。這可能完全是謊言，但你從來沒查過，這代表你無辜嗎？我不這麼認為。我覺得我們有義務，這是耶穌基督的啟示，對吧？技術上來說，那就是你的主和救主，對吧？這是他的啟示，所以我才說這是決勝條件，因為如果你注意到，你無法為這本書增添新東西，也無法削弱這本書的價值。再讀一次，看看第18節。如果有人在這些事上加上這本書預言的話，順帶一提，這裏可不是在說我們不應該改變聖經中的任何內容，但這特別是關於啟示錄。當約翰寫下第18、19和22節，誰聽見這書預言的話語？這本書的預言，意指啟示錄。因為聖靈知道我們是多麼邪惡。如果有人補充這些，他說的是啟示錄。如果你要加點什麼，比如說，我要舉一個例子，不要被觸發。哦，對了，你知道嗎？這不僅僅是啟示錄第20章的首次復活，還有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復活。我想其中之一就是被提。我其實聽過這點，這也讓我更難受。做不到，上帝會把這本書裏寫的災難加到他身上。我用這個作為例子，請不要被觸發。同樣地，如果你看，如果有人從這本預言書中的話語中奪走，這點相當重要。上帝將從生命之書、聖城以及書中所記載的事物中奪走他的部分。現在我們還沒開始寫印章、號角和碗，但當你看那些加進這些東西的，當上帝說上帝要加進這本書所寫的災難時，災難並不在這些封印裏，災難不在號角裏，
瘟疫在碗裏。當你讀碗時，我們會再看到碗，它們其實是上帝的憤怒。所以，從一個迂迴的定義來看，上帝在你向啟示錄加添災難時所說的話，實際上幾乎是同一個地方。你的名字不在生命之書裏。等我們到碗區時，我會帶你去。所以，我想讓你看到，特別是在這份警告中，我想讓你，我們要結束，但我想讓你看到的是，這就是為什麼啟示錄能贏得辯論，對吧？所以如果你相信一個教義，我們就選一個吧。我不是，這不是在測試教義。假設你相信一旦得救，就永遠得救。我用這個例子，再說一次，不要被觸發。一旦得救，永遠得救。你有羅馬書、哥林多前書，還有帖撒羅尼迦書和馬太福音裏的經文。你把整個教義拼湊起來，然後你來到啟示錄，那個教義卻無法調和。兩者無法調和，不知為何，這兩者就是無法調和。啟示錄第5章、第8章、第9章、第20章，並不和一旦得救、永遠得救這句話不符。我用這個當例子，我並不是在挑戰這個理論，拜託，這不是重點。但我說的是，我用這個例子讓你能理解我說的。如果啟示錄中的文字與那個教義不符，也就是說，我用的是一旦得救、永遠得救，那麼你猜誰會贏？正因為這段經文，啟示錄才會這麼做。這代表你從那些資料中所相信的教義是錯的。你懂我在說什麼嗎？因為你無法為啟示錄增添內容，你無法剝奪啟示錄的價值，因此啟示是決勝關鍵，他贏得了爭論。如果你要靠不讀啟示錄來組成教義，我不認為這是福氣。我相信作為基督的跟隨者，你必須讀啟示錄，因為我一開始給你看的經文，對吧？就是這個，這是耶穌基督的啟示，是一種祝福，但同時也是決勝局。這就是你作為基督徒所面臨的考驗。我不會為你解釋這件事，我不會。如果你假裝，如果你試着不讀啟示錄，上帝就知道你的心，這是一種祝福。他告訴你這是關於他的兒子，所以你必須說。但當你讀到他時，你無法再加以增益，也無法從中奪走他。他能在論證中擊敗你在教會學到的每一個教義。你明白嗎？這就是啟示錄的本質，也是為什麼他是決勝局，而且每次都能贏得辯論。奉耶穌的名。